上堂啦，上堂啦！今日教有機香水酒精。開箱啦，一齊睇下材料包入邊有啲乜嘢材料。有機香水酒精一支，100ml。工具包入邊有一本香水聞香試紙，大概50張。貼紙有4張。攪拌棒有黑度嘅吸管。3款香味，50ml 燒杯一個。香水瓶4支，每一支10ml，係噴樽嚟嘅。隨機附送嘅包裝，一齊睇下有邊4款香味組合可以選擇。第一款特調香味，入邊有小蒼蘭香水香精、松木香精同埋麝香香精，主要係製作女性、中性或者係少少偏男性向嘅香水。第二款優雅嘅花香，入邊有奧圖玫瑰香精、小蒼蘭香水香精同埋白麝香香精，主要係製作少女、女性向香水。第三款低調嘅木香，入邊有緬甸木質香精、檜木香精同埋黑茶香精，製作男性同埋中性向嘅香水。最後一款茶香，白茶香水香精、黑茶或者藍茶香精，再配搭麝香香精，製作中性向嘅香水。你可以按自己嘅喜好啦，中意嘅氣味而去選擇嘅。揀選好之後呢，準備好材料，我哋就可以製作啦。差啲忘記要大家自備純水50ml，講咗咁耐唔記得介紹自己添。我係大店主 Vivian，請大家 like 同埋 subscribe 呢一個嘅 channel。我哋開始調香嘅第一步，喺3款香味入邊揀一款你中意嘅香味作為呢一支香水嘅主香調，都可以揀2款作為主調。假設你揀咗木香或者茶香作為主調，咁呢一個香味嘅份量呢，就會喺成支香水入邊佔最多。麝香同埋白麝香香精呢，有定香作用，可以提升到呢支香水整體嘅香味。我哋嘅配搭可以係2款主調加1款嘅定香，又或者1款主調1款副調再加1款嘅定香。你亦都可以有另一啲嘅選擇嘅。1款主調再加2款副調，真係唔知點揀喎，2款副調都可以，或者主調副調定香各一嘅，但係副調嘅份量呢就較為少一啲，亦都可以係2款主調再加定香，但係定香就佔多啲比例。開始製作，我今日係用1款主調同埋2款副調嘅做法。1號香味我加入咗12滴，呢個係我嘅主調嚟嘅。2號香味呢係副調，我就會加入8滴。3號既係定香，亦都係副調，我同樣加入8滴，跟住就可以搖勻搖勻，初步聞一聞係咪我想要嘅香味，我中唔中意呢款香味，入邊有冇啲乜嘢需要調校，邊一種香味我想突出啲，想濃啲，喺呢個時候呢，你就可以去調校。成品係10ml，香味控制喺1.2到2ml之間就可以啦。所有嘅改動都請充分嘅搖勻。請按吸管刻度加入有機香水酒精6至7ml。香水酒精係玉米來源，會隨住時間酒精氣味會揮發，唔影響香水成品。同乙醇或者烈酒製作出嚟嘅香水係唔同嘅。拎出香水聞香試紙，飲一飲，揈一揈，呢個時候呢係好接近我哋嘅成品。10ml 嘅香水，香味濃度控制喺10到20%。最後請加入純水0.5ml。純水嘅作用呢，係減少酒精嘅揮發，令到香味可以喺你身體度停留更耐。攪拌棒出動啦，攪拌攪拌攪拌，令到香味能夠充分分散喺酒精入邊。最後就可以拎出香水樽入樽啦。你可能會好奇香水酒精即係咩嚟㗎？佢係天然植物來源嘅高濃度酒精，酒精濃度大概係99% 左右。不過佢嘅酒精味道會隨住時間散去，所以好適合愛嚟做香水，因為佢唔會影響香味。至於乙醇或者其他烈酒是否可以做香水，都得㗎，做出嚟嘅成品會多咗一陣酒香咯。如果你對自己調嘅氣味好有信心嘅話，咁就不如用香水酒精啦。你可以用以上嘅方法調配另外剩低嗰3支嘅香水。
跟住要同大家講講如何清洗用具啦。如果呢個成品香味唔合心意喎，你係需要用香水酒精去清洗全部嘅用具。簡單理解，所有掂過香味嘅工具都需要用香水酒精嚟清潔嘅。最後提提大家，你嘅香水係需要有30日之後先至可以使用㗎。希望大家喜歡今天嘅分享，拜拜。